亲像风吹，轻轻放予阮飞。不管天顶遐尼宽，不管风雨遐尼大，自由甲自在，天顶的上帝，永远牵着阮的线。爱亲像风吹。轻轻放予阮飞，在茫茫的风雨中，风吹永远袂失迷。自由甲自在，天顶的上帝，永远看顾阮。爱如风吹，轻轻放予阮。吹，轻轻放予阮飞，阮的上帝，牵阮的线永远袂失迷。爱如风吹，轻轻放予阮飞，爱如风吹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日是715年的正月28。今仔日要甲各位兄弟姊妹来分享的经文是记载伫个《申命记》第18章14到22节。要分享的大声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主必听从阿爸爸上帝，我要献上感谢甲懊恼，互我每一天拢会当为读经开始。我嘛要来懊恼面灵的主，每一个时刻拢伫阮的身躯边来守护阮。主啊，我要欢喜来跟对你，愿你的荣耀显现伫我的生命当中。主，你也赐互阮永远袂善的气力，若应照天时的飞。主啊，我嘛要将线接圣经共读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，互讲的甲听的拢会当得到福气。阮阁一摆献上感谢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，阿们。圣经申命记第18章14节，恁所要赶出遐个国的人民，拢听叹破坏的，惊社术的，恁的上主，恁的上帝禁止恁安尼做。上主，恁的上帝要对恁的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我的先知，恁着听叹伊。16节，恁伫好个山聚会时，对上主恁的上帝恳求，讲：毋通互阮阁听见上主阮的上帝的声，嘛毋通互阮阁看见上主伫火焰中显现，才免阮拢死。兄弟姊妹，今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那摩西的先知。那摩西的先知，为什么上帝要兴起一个先知呢？第14节有讲到，恁所要赶出遐个国的人民，拢听叹破怪的，惊社术的，恁的上主，恁的上帝禁止恁安尼做，因为主要赏赐互以色列人民的地，目前拢还阁有外邦人咧住，而且这个外邦人会用家己的囝、查某囝来献做祭，会行邪术、卜卦、看命、做西公，这个拢是上帝厌恶的。伫15节，摩西嘛讲到，上帝要对恁的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我的先知。为什么上帝无爱直接来甲人讲话呢？颠倒要透过先知来传达上帝的命令。这是因为人的心理真矛盾，定定会来想讲，上帝的心意是啥物？
我要安怎来行头前的路呢？但是又搁因为惊死，所以毋敢直接面对着上帝，直接听上帝对因讲的话。以前以色列的百姓伫西奈山嘛是安尼，因亲目睭看过上帝的荣耀，但雷火焰，却因为会惊，才讲嘛毋通互阮搁看见上主伫火焰中显现，才免阮拢死。咱煞只来读18章17节，上主就对我讲，因讲了真对。18节，我要伫因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你的先知，我要将我的话交代伊，伊要将我的命令传达予人民。所以，就是因为人民毋敢直接面对上帝，然后上帝知影这个人的想法，所以就为因备办了一个稳定的方式，就是兴起先知来替上帝来讲话。伫18节嘛讲到，上帝要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。为什么要像摩西呢？因为上帝要兴起的，若是一般的先知，伊是要兴起一个真特别、真关键的先知。伫即节讲到一个重点，这个先知毋是家己选的，嘛毋是家己封的，是上帝亲自来竞选、提派、授权的。即节嘛甲咱讲，上帝袂对因的百姓点点毋讲话，伊会主动对人来讲话。18章19节，伊用我的名传达的话，人若毋听，我要甲因刑罚。兄弟姊妹，这个经节要甲咱讲的是，问题毋是伫上帝，有甲咱讲话啊无，颠倒是伫个人有要听还是无要听，有要顺服还是无要顺服。搁有一件，就是听毋是敢若听见，因为圣经中的听，也搁有包括着讲接受、相信。甲顺服，这几件代志，所以毋是听完就算啊，是要互上帝的话来改变咱生命的方向。上帝真清楚甲咱讲，毋听这位先知的话，上帝要甲因刑罚，因为拒绝着上帝所找来的先知，基本上就是拒绝上帝家己。咱继续来读。18章20节到22节，毋过先知若大主大意，用我的话讲，我无命令伊讲的话，也是奉别个神明的名讲话，迄个先知就死。你可能会想，我哪会知这个先知讲的话，毋是上帝所交代的？先知奉上主的名传达的话，若无实现，无应验，这就毋是上主的话，是迄个先知大主大意讲的。恁毋免惊伊。伫这3节，甲咱讲的是，上帝毋若是应允真的先知，嘛搁咧提醒百姓爱依奉假的先知。但是要如何来依奉这个假先知呢？假先知其实有讲到两个特色。第一，就是讲，伊是奉家己的名讲的，可能伊家己大主大意讲的。第二，就是讲，伊是奉别个神的名讲的，所以这个先知所讲的就袂实现，嘛袂应验。所以无论听起来偌啊熟练、偌啊好听，只要毋是出自个耶和华，拢是假的。另外，上帝的话一定会成就，这是咱分辨是毋是上帝所吩咐的一个标准。这嘛要提醒咱，第一，毋通随便去跟对人；第二，就是爱随时来用圣经的话来查验。只有出伫圣经的话，才是上帝要甲咱讲的话。
各位兄弟姊妹，伫18节所讲的，上帝要兴起上特别、上关键的，亲像摩西的先知，伫新约圣经嘛真清楚有甲咱讲，这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。使徒彼得伫个使徒行传第3章22节有咧讲，摩西捌讲，主恁的上帝要对恁同胞的中间，甲恁任命一位亲像我即款的先知，伊甲恁讲的话，恁拢着听叹。所以，咱所遵行的，若是一位先知的话，伊是上帝的囝儿。这个充满各种声音、甲价值观混乱的世代，咱需要过一摆回来到这位那摩西的先知，这个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听叹耶稣对咱的教导甲教示。原咱毋是干那伫咧听道，更加是听，还佫有伫咧遵行的温度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主啊，感谢你拢会阮讲话，感谢你差派耶稣基督成做迄位那摩西的先知，嘛求你使阮有柔软的心，互阮愿意听，愿意信，也愿意来顺服。阮安尼祈祷，上靠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爱亲像风吹，轻轻放予阮飞。不管天顶遐尼宽，不管梦有遐尼大，自由甲自在，天顶的上帝，永远牵着阮的线。爱亲像风吹，轻轻放予阮飞。伫茫茫的风雨中，风吹永远袂失败。自由甲自在，天顶的上帝，永远看顾阮。爱如风吹，轻轻放予阮飞。爱如风吹。